喺香港做裝修，好多業主都同我講，想間屋睇落大方顯大，又要有足夠嘅收納，仲要預算唔使超太多，其實真係唔難。呢度848尺，完工實拍，就係香港最常見嘅細單位戶型。我哋喺客餐廳落足心思，裝完業主直接話超出預期。首先係一體化設計，電視背景牆同餐邊櫃做咗無縫銜接，整體風格統一，唔會有零碎感。岩板背景牆襯暖光燈帶，高級感直接拉滿，仲唔會壓層高，細單位都唔會顯壓抑。然後就係香港業主最關心嘅收納，電視牆做咗滿牆定制櫃，玻璃開放架加封閉櫃結合，常用嘅擺件同裝飾品擺出來，雜物全部收晒入櫃。餐邊櫃預留咗水壩區插座，提前留好，咖啡機養生壺全部放得落，底部仲留足位置俾掃地機器人，一啲空間都唔浪費，就連飄窗位都冇放過，做咗軟展休閒區，平時坐喺度飲下茶睇下景，實用性直接拉滿。其實香港嘅細單位只要設計得好，一樣可以裝出顏值同實用性相在線嘅效果。本方案有木人加設計並落地。